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那另外呢，為了避免打擾醫院病患的休息，我們也跟奇美醫院密切的合作，協調工序，把這個噪音跟揚塵還有停車的困擾降到最低。那麼施工完成之後呢，我們這個公園兼滯洪池可以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個蓄水量。那另外公園用地呢，也留下一塊這個活動中心的預定地，讓永康區公所來建設里的活動中心。那全區呢也移植了53棵區內的一個喬木確保這邊的樹木呢可以符合永續的存在。完成之後呢，我們希望造成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醫院可以有更好的醫療專區來照顧病患跟家屬。那麼當地的社區也有休憩的公園跟活動中心的使用，還有呢整個的地區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讓這個地區的發展更加的繁榮。很高興，經過14年的期待與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新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那麼我們這一次醫療專業區總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積，預計可以蓋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相信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土地，那我們會來進行醫療更上層樓、舊大樓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進。感謝市政府的協助，那我們也期待有這個新的土地以後，改善民眾停車的狀況。時間的進程哦，本是基比的90%的這個停車場在這裡。時間內底吼，時間單位吼做得非常的好吼，但這個阮停車位用法非常的好哦。上較讚的就是講吼，阮只有去這個公內底有樓底活動中心，阮家庭裡面上較大期待就是講，阮有這個所在當去活動中心，這是阮裡面上大的福氣啊！會當二樓一定有一個活動中心起好，就是佫再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的這個土地市地重劃哈，總共高達4公頃多。那雖然面積不是很大啊，金額牽涉到1億多，但是因為由於它是在現在正在運作的醫療園區裡面，所以說等於是穿了西裝改西裝，對於民眾以及醫療品質，還有周邊的交通的衝擊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間難免會有點長。但是呢，終究這個好事多磨，終於磨成繡花針了哈，可以讓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將來呢，我們會盡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動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動工，能夠讓周邊的民眾有更好的活動空間。你好，是各位歡迎收看1月27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迎接過年，議員李克為服務處邀集善心人士甲熱心的企業，共同捐助超過1000公斤的白米甲麵，以及9萬塊予台南市關護協會，上午正式舉行捐贈儀式。蕭局長郭乃文嘛出席見證，為寒冷的冬天助力一份社會溫暖。每個歲末年終一節，
議員李啟偉以及前台南地檢書記官潘明杰，並邀集一群善心人士以及熱心企業，做伙關懷飛行少年以及其家庭。今年的愛心行動總共募得超過1000公斤的白米甲麵條。27日，在市議員李啟偉服務處舉辦捐贈儀式。關護協會讚。服務處也媒合一些社會的善心人士共同捐助我們少年關護所還有現金也有一些物資也希望他們未來在投入這些少年關懷的一些工作一些事項也都可以更加的有力量更加有氣力這咱嘛真感謝社會局長也共同蒞臨的一個關心這個我們希望這個可以一起為社會帶來這個一些需要幫助關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協助這也是讓我們社會持續這個更加的一個溫暖。社會局長郭乃文也特別出席活動，見證這份來自社會溫暖。但人跟人的關懷，基本上呢，除了物資以外，最重要的是那個媒介。所以今天的捐贈，它不只是錢跟物品，它基本上呢，還透過了我們工作人。關懷協會、關懷所裡面的每一步、每一個這個碰觸的過程，這樣的碰觸帶來的溫暖，價值非凡。議員李啟偉結合民間力量，在寒冬時節為飛行少年家庭送上實際關懷，讓因感受到社會愛心和善意。李啟偉表示，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日益嚴重，社會溫姿色變，他話一聲不絕於耳。但飛行少年需要不是標籤，而是被理解和陪伴。伊希望透過台南市關護協會長期親近輔導工作，讓飛行少年在關懷當中重新建立方向，回歸正向發展，才是社會上珍貴的力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了台南林森路的知名夜市，為了迎接新春，特別邀請東區9間國小1000多位學生來發揮創意，進行彩繪花燈。26號暗時，在眾人的祝賀聲中，正式點燈，場面相當的熱鬧。透過學生豐富的想象，將夜市的鬧熱畫在花燈頂面，嘛象徵點光台南夜市的招牌。台南的夜市一直是觀光的焦點，其中在林森路知名的大東東夜市，在迎接開春新的一冬，特別邀請東區9間國小1000多位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彩繪花燈。在夜市內採起一排一排燈牆，26號暗時在眾人的祝賀聲中正式點燈，象徵點光夜市的招牌。永葆童心，結彩綻放，請點燈。在這裡借由我們現場。我本身也很喜歡埃及的歷史，還有他們的繩子。所以我就想要畫他們的繩子出來，表示對台灣的祝福。這畫歡迎2026，很感動，很開心，因為大家可以欣賞我的燈籠。這項創意彩繪花燈主辦單位以光的囡仔甲夜的城市作為主題，詹順良基友會甲議員鄭志傑服務處嘛到協辦，同時規劃優勢夜市的民眾掃描 QR code 進行投票，最佳人氣的前10名，也閣有1000塊的夜市抵用券，而且所有參與彩繪學生也有機會摸彩，獎品相當豐富。夜市透過花燈的美學，加上美食的吸引力，期待吸引親子攏來高觀，再創佳績。這個大東東夜市辦這個燈會也讓大家家長跟小朋友都來這裡看自己的燈籠，製造了很多的人潮，這個是對經濟很有幫助的，讓我們的家長也開心，讓我們的攤販也開心，這個是一舉兩得的表現。台南的夜市文化是真濟民眾自細漢的記憶。這擺活動首次將夜市甲校園結合，讓學生發揮豐富的創意，將夜市的鬧熱畫在花燈頂面。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為了深化台南棒球文化，台南市政府甲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簽署合作，未來雙方都要將共同辦理台南棒球歷史展覽，
嘛規劃佇亞太棒球訓練中心設立棒球名人堂，來持續推動地方棒球文化保存甲世代傳承。恭請兩位在我們的合作備忘錄上面簽署。擔任市長黃偉綽甲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宣布將共同合作推動地方棒球文化傳承。棒球唔那是台灣的國球，更是台南市的市球。台南市長期投入基層選手培育、場地建設，展現出台南作為棒球城市的重要形象。我們要榮耀這段歷史，讓更多我們的年輕朋友們以及年長的棒球前輩們更多了解這段歷史走過來耕耘過的人。所以我們特別在我們最新的球場亞太棒球訓練中心來設置棒球名人堂。未來將在亞太棒球訓練中心設立棒球名人堂，也閣將共同規劃棒球歷史展覽，由着協會負責展覽文物、運送安排以及棒球歷史資料的整理甲提供。體育局負責展覽場地規劃、行政協助以及跨單位溝通協調，確保冊展品質甲呈現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台南市注重的不僅僅是棒球運動它的訓練、它的競技比賽，同時它也非常注重棒球技藝文化的保存。那我想今天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意義，就是讓文化走進球場。結合地方資源甲專業協會力量，雙方將以棒球文物保存甲展示為共同目標，持續促進棒球文化交流甲傳傳，讓棒球成為城市基地甲世代情感的文化資產。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理想協會慶祝成立21週年，佇全美戲院辦理公益電影欣賞，邀請教育局、教育部台南市聯絡處以及南寧高中棒球隊共同來觀賞棒球的紀錄片《冠軍之路》，希望透過影像傳播正面的價值，陪伴大家影響新的一代。棒球是台灣的國球，不僅承載個人共同一體記憶，也在無數關鍵時刻凝聚社會情感。理想協會希望借由《冠軍之路》這部紀錄片電影，真實呈現棒球運動員的奮鬥歷程，勉勵青少年看見努力背後意義，培養在面對困境時無輕言放棄的勇氣，並學習在團隊當中互相支持，攜手前進的態度。冠軍之路是一個很好的片子，那有教育的意義。然後我們很多網絡單位，包括我們副機長代表市長也來參與這個活動那我們很多網絡單位包括教育局輔助中心啦，包括校外會啦，包括台南市包括教育部。台南分處還有我們的南寧高中網球隊那大家都共襄盛舉來參與這個活動。那這個活動真的對我們青少年、對大家的未來都很有幫助。電影欣賞會這天，教育局副局長楊志雄、教育局資訊中心主任陳怡杰、教育部台南聯絡處督導鄭坤興、南寧高中棒球隊總教練陳信亨，也攏到場陪伴學生與家長做伙來看電影。我們施總會長還有施理事長，他們一步一腳印的來協助我們青少年。那尤其在教育部，我們有這個探索號的計劃，以及社會局、勞工局等等的計劃的協助之下，幫助我們很多的青少年能夠在他們的這個人生迷茫之中，找到了一個定位跟出口。那希望今天我們剛好21週年這個時間點，能夠邀請很多更多的這個兒少的這個夥伴們一起來看這個冠軍之路，能夠了解這一個過程裡面，我們台灣。怎麼樣突破困境，拿到12強的冠軍？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來多多關心我們的兒少跟青少年。長期陪伴青少年理想協會，希望透過影片，讓青年朋友還是堅持、扶持、甲永遠無放棄的精神，並在專業陪伴甲社會支持下，走向光明的成長道路。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
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書法就是傳統村別漢學的重要藝術文化，所以台南社區大學大江分校成立大江書法社，持續傳承推廣書法的水。而今年迎接新春，嘛特別發起巡迴大江廟口來寫春聯，祈求闔家平安。第一站所有師生對公親寮清水寺出發。會長毛借助 AI 以書法呈現在地莊頭詩，相當特別。台南社區大學大江分校推動大廟行學，今年迎接每年，東園書法社5個班200位師生發起巡迴廟口寫春聯列車。第一站選定公親寮清水寺，所學員除了發揮所學的，嘛希望做伙推廣公民學習的風氣。會中這鄉親聽到里長王金秋的放送，無分大細漢攏來索取，感受手寫春聯的溫度，嘛提前感受過年的喜氣。用手寫的字句較活，用固定較死板呢。我覺得這個字寫得很漂亮，而且他寫家家福，就像每家都很幸福，很有福氣。書生下列寫春聯，各大放送，每一個作品市面相當美妙，甚至當替里民量身定做，嘛互區長特別前來致意，相當感佩。非常的感謝我們大廟興學廟口書法這個活動，真的對安南區地方來講，里民來講，真的有很大的幫助啦。會中2位重量級的書法指導老師，攏是教育界退休，各道理書藝傳承的校長洪麗麗甲莊坤模，佇因的帶領，除了一般寫熟練，嘛借助 AI 推出在地莊頭詩的文化春聯，用新舊文化傳承，找回傳統的根。我們安南區如果說各寮、各村各個社區也都能夠落實，找到自己文化的根，把它根的精神，把它貼在我們的門口，那這樣我們安南區的文化就非常值得全國各地來仿效。咱今天推動這個廟口書法春聯列車，是有這種新舊傳承，唔茫講把咱大江的這個文化、漢學文化，會當講以現代精神，佮佮傳承落去。大江書生迎接新春，以公民參與回饋的精神，重回各村廟寫春聯嘅善緣，得到熱烈的回響，嘛希望一檔一檔延續落去。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由現代圖書館甲國家圖書館合作所推出中文古籍甲文化交流的世界主題展，展期對今仔開始到3月31號。歡迎師生甲民眾做伙加入古籍世界，感受文字甲文明的吸引力。由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甲國家圖書館合作推出共享蒼穹中文古籍甲文化交流的世界主題展。在113年國外馬來西亞首次展出以後，114年巡迴國內，這屆在成大圖書館是國內第4站的展出。展出的內容除了精選國家圖書館典藏的經典古籍，有充滿故事的古籍複刻本、金剛經，以及一古早藝術做標的小冊等珍貴的藏品。這一個展覽的話，最主要是因為它主要是把國家圖書館裡面很重要的，而且一些很珍貴的古籍，然後他透過這些古籍裡面的內容來看，在當時的時代，我們的國家到底是怎麼樣去跟世界去做交流。那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展覽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國寶，譬如說像《金剛經》，這個是第一本最重要的一個木刻的一個朱墨的那個佛經。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一本很小的書，那是那時候考試的時候他們會
我們笑說它可能是作弊的一本圖書，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藥學的圖鑑等等。所以在這邊的話，其實可以在南部的地方，我們可以去看到普通看不到，它是典藏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的一些重要的典藏。在展覽開幕當天，國家圖書館的館長王涵清嘛特別南下，會中還安排特種文獻組的主任，甲着助理編輯來導覽。其中，國家圖書館將重要的古籍內容、當時的國家甲着世界交流，畫做100長達9公尺的古地圖。另外，清代圖書館嘛融入了親子的活動區，有手持甲着拼圖等，以及紙張的活動。在展覽期間，主辦單位還安排2場的專題演講，歡迎校內外的師生甲着民眾攏會用踴躍參加。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市政府甲中國信託銀行合作推出第2代 AI 防詐騙的 ATM 系統，佇全市新設立70台提款機，會當第一時間偵測到可疑的提款行為，包括無燙安全帽、喙暗，或者是一面卡電話、一面提款，攏將發出警訊。同時連線到警方的勤務指揮中心，借此提高查客詐騙的效率。民眾如果要領錢，但是戴着口罩或帽子，甚至是遮住臉部的東西，警報聲馬上就會響起。這是台南市府與中信銀行所合作布建的 AI 防詐 ATM， 第一波在車手提領熱點設置70台，可以增加車手提款的難度，也降低車手這個得逞的這個成功率。那另外呢，如果是被害者，因為我們知道民眾被害的時候，他常常是在被詐騙集團在牽着鼻子走，就是說教他怎麼樣按這個 ATM， 教他怎麼處理啊。結果呢，他如果一邊講手機一邊來做ATM 的操作的話 ，ATM 本身也會有知覺，結合語音提醒與畫面警示功能，能在操作過程中主動偵測可疑行為，與警方建立聯防通報機制，協助及時掌握異常交易，提升攔阻成功率。車手如果是有一個人多卡的這種交易行為，甚至是在不應該的時間，根據這個持卡人他過去的交易記錄裡面，他如果在不對的地點，我們也會偵測出來。公私協力，透過科技應用，提前阻斷犯罪行為，守護民眾的辛苦錢。中信銀行目前在全台有超過500台 AI 防詐 ATM， 當系統判定交易潛在詐騙風險時，將立即終止或重新確認交易，降低受騙的可能性。記者周懷談的報道。新北市牛年幸福週在今年開學2月23開始，將正式啟動，每禮拜提供2歲到12歲幼童一罐免費的牛年、豆年，或者是優酪乳，預計有33萬名囡仔受惠，而且偏鄉的學校也採取專案的配送，就是要讓每一個囡仔攏領會到、啉會到健康快樂成長。為了讓新北的小孩子能在健康的環境中快樂成長，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宣布將啟動鮮奶幸福週政策，自今年下學期開學日正式啟動，每週提供涉及或就讀新北市的2至12歲學幼童1瓶免費鮮奶、豆漿或優酪乳，全年52週不中斷，預計超過33萬名孩子受惠。新北市長侯友宜出席活動記者會中表示，希望讓孩子們能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營養方面能夠被全面照顧到。鮮奶幸福週讓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讓他的營養能夠全面照顧。對新北市是全國孩子在求學過程當中最多的人數，也是我們投下教育資源全國最高的都會城市。那如何在教育的學習資源不浪費以外，又能夠照顧他的健康，變成是我們一個責任。所以鮮奶幸福週，新北市從這個學期開始，2歲到12歲，我們每週都
會有鮮奶，全年52週。另外，針對新北公私立的國中學子，後也加碼宣布，將從今年下學期8月31號開始，鮮奶幸福週政策將擴大照顧到全新北公私立11萬名國中學生，強調對孩子們的照顧，只要在財政資源可以負擔的底下，他都會全力以赴。在這個過程當中，雖然我們花了4.29億，但是我們還是看到我們的國中公私立的學生們，我們還有11萬人也要得到好的健康照顧，所以我們也推出在今年的下個學期8月31號開始，我們的國中生再加1，用我們的牛奶、豆漿甚至優酪乳來對他們全方位的營養照顧。所以對孩子們的照顧，只要我們在財政資源可以負擔底下，我都會全力以赴。新北教育局表示，鮮奶幸福週不僅是一瓶鮮奶，更是一項陪伴孩子健康長大的長期政策。未來將持續關注追蹤孩子的身高、體位等健康指標，持續優化流程，擴大合作通路，與家長共同守護新北孩子的健康，打造友善安心的成長環境。記者蕭志榮新北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月27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龔杰，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阿媽你好，我是來跟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波比哦。你聽過只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只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調解納入選項，3贏不是想象。又有人上當了，有錢要進來了。只要你敢領，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會那麼嚴重啊。打詐新四法上路，嚴懲詐欺犯，騙越多關越久，最多關12年，最重罰3億元，提高假釋門檻，犯3次不得假釋。要讓詐騙集團想騙的不敢騙，已經騙的會被抓，騙到的沒得花。守護詐騙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協助，有疑慮就打165，讓政府來幫你。打詐新四法，加重刑罰，共同打詐。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
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